外地買房唔使憂，胡蘇哥幫到你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胡蘇哥啊！今日咧，胡蘇哥咧就喺中山御龍山，即係五桂山呢邊啦，帶大家睇一下呢套別墅。而且咧，佢上下咧就總共有4層別墅哦，係絕對唔驚水浸嘅。咁佢呢個位置咧就係中山嘅五桂山。咁中山五桂山咧，之前胡蘇哥咧都影咗一條片，佢嗰個登賢路，即係從中山溫泉嗰邊直接通道出嚟咧，就到咗我哋嘅御龍山嘅呢個位置啦。咁御龍山佢出到去咧，部分商場咧其實都係開咗嘅。咁呢邊咧仲有巴士係直接可以坐到翻港珠澳人工島，或者甚至直接翻到香港都係有車嘅。即係不過大部分買到別墅嘅朋友咧，可能屋企都會有2、3台車噶啦。不過呢個別墅咧，咁佢門口咧非常之闊，咁又有獨立嘅停車位嘅。咁相信咧，御龍山呢個地方咧，可能好多港澳朋友咧係並不陌生嘅，因為呢邊咧其實大部分住緊嘅朋友咧都係港澳朋友，因為比較清靜啦，咁又唔驚水浸啦，咁去到山鄉咧又非常之方便咯，翻到港珠澳咧又方便，去到中山市區咧又方便，所以好多朋友咧就選擇咗喺御龍山呢邊，比較清靜，空氣各方面質量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花園咧足足成100方，即係有1000尺嘅後花園。免費贈送俾你嘅，內嘅裝修咧又係一個簡約嘅裝修風格啦，而且係全新裝修，全屋咧都裝埋咗呢個中央空調嘅。胡蘇哥咧就已經嚟到咗呢個別墅嘅門口啦，咁俾大家睇一睇。首先咧先睇下呢個外觀，似隔籬呢個小區咧就係御龍山天禧啦。咁佢呢種戶型咧就係一個 T 戶型啦。咁紅本面積咧就係185平嘅一個建築面積，不過實用面積咧基本上去到有330方啦。咁首先咧見到呢個外觀咧，咁佢係一個類似於歐式嘅一個外觀啦。咁其實佢呢個門咧係一個雙開嘅，咁呢邊咧就係開車嘅門，即係後期咧其實你可以改翻個電動門，其實電動門反而會更加方便啲啦，因為你開車開到呢邊，除非你停喺門口啦。要不然咧，你可能你想停入去，你仲要落嚟把門打開，然之後再開翻入去，可能咧就係真係冇咁方便啦。咁呢度咧，咁佢呢個係嗰個子母車位嚟嘅，1台、2台，門口又可以停1台，咁可以停到3台車咧都冇問題嘅。即係你話如果係電車咧裝翻充電樁嗰啲咧，其實都唔怕嘅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前花園啦。前花園嘅情況下咧，咁如果有啲朋友咧佢車冇咁多嘅情況下咧，佢可能呢邊會做翻間房啊，或者做翻個其他用途嘅健身室啊，其實都冇問題嘅。咁嚟到呢邊咧，咁其實可以睇到，咁佢呢邊咧係一個樓梯，即係要上翻少少樓梯上到去嘅。然之後咁佢前面呢邊咧，咁有啲朋友可能會封咗佢啦，因為佢呢啲別墅咧，目前嚟講咧就係未有裝電梯嘅。不過咧，咁佢1樓咧其實係有一間房嘅，所以咧就唔擔心如果有老人家一齊住，怕唔方便啊？其實都方便嘅。
咁嚟住呢邊咧就可以睇到有兩個好似係台灣，唔知係台灣仲係福建產嘅羅漢松啦。咁呢個位置，咁你後期咧你都可以填滿自己比較中意嗰啲花花草草啦。咁呢邊咧就種咗少少花。咁其實可以睇到佢全屋嘅家私家電咧都係有裝嘅，即係有配備嘅。咁呢度咧就入到嚟咧可以睇到係一個類似於大麻石嘅防滑磚啦。呢種款式，咁呢度咧仲會有一個 B 燈，即係睇起身咧可能會有少少氛圍感啦。咁入到嚟嘅呢個位置，咁佢呢邊咧係採用咗一個米半嘅意式嘅呢種磚啦。咁呢種咧就有啲花紋嘅。廚房整體嘅顏色咧就係比較深少少嘅顏色，因為佢呢個地板磚同上面嘅磚咧佢係通鋪到上去嘅。然之後咧呢度咧就係華帝嘅三件套啦，就差咗一個雪櫃。後期咧自己買翻一個冰箱就 OK 噶啦。咁呢度咧係一個洗手盤啦，洗手盤其實都比較大嘅呢個 L 型嘅廚房。廚房嘅空間咧講真咧就唔算話特別大啦。咁一樓咧咁佢係有一個衛生間嘅，不過就未有做到乾濕分離，因為本身佢一樓呢邊咧就唔大啦呢個衛生間。咁呢個位置咧咁其實係有一間長者房嘅，呢間房即係你擺個米半嘅床都冇問題嘅。似窗簾啊，入邊嘅中央空調啊，其實都幫你裝好嘅。然之後仲有呢個衣櫃啊，衣櫃呢個咧咁其實又係幫你裝好咗啦。衣櫃咁到時候咧就可能只需要買到一個床入到嚟咧都可以住噶啦。咁佢嘅餐客廳嚟講咧，其實講真就唔算大啦，因為呢邊咧係沙發，呢邊係背景牆。咁其實擺咗之後咧，咁佢唔算話特別闊。咁呢度咧咁佢都係做咗一個餐邊櫃嘅。然之後呢啲插座嘅，咁呢度咧當然咧都肯定係有燈帶嘅啦。呢個係個圓台，然之後咧旁邊咧就做咗啲係護牆板啦，即係護牆板睇起身咧就唔會話齋似呢啲白牆，睇起身更單調啦。再加上咧佢呢個位置咧都係做咗啲收納空間啦。其實你話收納空間都夠晒嘅。咁坐喺沙發咧，咁佢依家配嘅一個係布嘅沙發，咁喺呢個位置咧望到呢個電視，呢個應該係85寸嘅一個電視啦。咁呢啲咧都可以做翻啲擺件啊，似電視櫃啊、茶几啊，呢啲其實都係有嘅。哇塞！咁呢個花園咧就非常之大啦。呢個花園嘅面積咧大概有去到1000尺，即係100平方啦。花園嘅情況下咧，咁佢就目前嚟睇咧就做咗3重用途。邊咧就係種花，然之後呢邊咧就係擺一個茶几或者休閒之類嘅。後期咧即係你如果想要有咩想佈置翻嘅咧，你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個人喜好佈置翻。咁後花園對出去嘅一個就係呢個魚龍山天禧嘅大平層嘅一個單位啦。咁呢個花園咧，咁無論係深度、闊度，其實都係完全夠晒嘅。即係平時坐喺呢邊咧休息下或者睇睇書啊、飲咖啡啊、食啲下午茶，其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呢邊睇咧就可以睇到呢個別墅嘅外觀。咁佢就係總共係加埋地下室咧係有4層嘅。咁包括似每一層嘅空調咧，通通都幫你裝好咗噶啦。咁你都可以似隔離嗰一戶咧，你出邊搭個陽光棚又得，睇翻你自己中意，想點搞就點搞，呢啲都完全係冇問題嘅。咁依家咧睇完呢個花園咧，就帶大家落去睇一下呢個地下室啦。咁戶外嘅呢啲燈咧，咁佢都整咗少少燈啦。不過咧，佢出邊呢啲燈咧，可能晚上咧講真就應該唔算話特別光啦。咁呢個係電視、背景牆、茶几、沙發、餐台。咁依家咧先帶大家落去睇一睇嗰個地下室先。地下室嘅話，面積應該有去到50方。不過地下室嘅呢個位置咧，就可能會窄少少啦。即係樓梯嘅呢個位置，就可能自己覺得係有啲窄。然之後呢邊咧，咁佢都係有一個燈帶嘅。咁呢度出到去咧，咁其實就係嗰個車庫嘅一個位置啦。呢度出到去就係車庫，即係做房都得。咁呢度咧係一個衛生間。咁呢度地下室咧，咁佢目前咧呢個樓梯咧，其實就做得有啲高啦。正常應該係做到一級。咁呢個空間咧，即係你後期可以做翻自己想要嘅麻雀室啊、桌球室啊，都冇問題嘅。咁包括佢呢邊咧，都係做咗一個櫃啦。呢個櫃都非常之大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天井位啦，呢個位置。哦，不過啲玻璃都碎咗。
咁呢度咧就做咗一個電影院啦，就係做咗啲藝術室，然之後咧一個茶几，一個沙發，然之後有啲假花，然之後呢邊咧就睇電影，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啦。咁佢嘅一個呢個設計，電影室，哇！依家坐到呢邊咧係都幾舒服嘅。咁呢邊咧大概地下室咧，即係大概有去到60平方，即係600幾尺嘅一個空間啦。咁呢啲地下室咧，咁佢係唔計入房彈性面積嘅，係完全贈送嘅，其實都算比較舒服噶啦。不過咧，唯一差咗少少咧，就係可能呢個樓梯咧係有少少窄啦，其他咧都還好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上去睇一睇嗰個房間啦，即係第2層嘅房間。樓梯咧，佢呢邊咧就係做咗呢啲瓷磚，呢啲係瓷磚嘅一個造型啦。咁呢度係有一個拐角，咁呢度係有個壁燈。咁呢度咧，咁佢就擺咗啲櫃啊，擺咗啲畫展示。大廳咧，即係佢入到嚟呢邊咧，其實都係做咗呢個懸浮頂。咁兩邊都有燈帶。咁呢個中央空調都係美的嘅。咁後期咧就自己買翻張床。咁包括佢呢邊咧本身係陽台嘅一個位置。呢個陽台咧大概有5個方，然之後咧佢褪埋出嚟。褪埋出嚟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就算係比較闊嘅啦，呢間房。即係通常嚟講咧，按照佢現有嘅設計咧，其實呢間房咧就係算係主人房啦。當然咧，你做3層做主人房咧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咁呢度咧就係望到隔離嗰一戶嘅花園。咁呢邊，咁佢就打通咗啦，呢兩邊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衛生間啦。衛生間咧其實都夠晒大嘅，呢個衛生間係確實夠晒大。咁成個空間咧，主人房嘅空間咧都有去到成即係有去到成接近40平方啦。呢個加埋衛生間嘅情況下，加埋呢個露台，即係衛生間咧可能都有去到呢間主人房都有去到400幾尺，所以俾到你嘅空間咧係非常之唔錯。不過咧，咁佢呢個咧，我覺得可能唔開會好啲咯。不過呢個睇翻自己。咁佢房間嘅地板磚咧，同呢邊嘅地板磚咧又唔同啦。咁佢係配咗一個木紋磚。不過咧，佢呢個顏色咧可能會深少少。不過如果再淺翻少少咧，可能會更加好啦。咁呢度咧係另外一個套房嘅一個衛生間。呢間房咧就會比頭先嗰邊細咗大概有10個平方啦。不過咧，咁佢呢度咧其實都係有一個露台。不過你話加埋露台嘅情況下咧，其實空間係差唔多嘅。有啲朋友咧可能希望房間大啲咧，咁佢呢邊會加建出嚟，即係拆咗呢邊度封晒玻璃咧，睇起身咧就可能會更加大啦。咁呢度咧就係有啲呢啲射燈啦，咁就係睇起身咧嗰個氛圍感咧係比較唔錯嘅呢間房。咁燈帶係開咗之後咧，咁呢個造型睇起身咧都係 OK 嘅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再上去睇一下嗰個3樓嘅最高嘅一間房啦。呢邊咧都係做咗一個吊頂嘅，呢個造型都幾好睇嘅。首先咧，先上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咁呢個位置即係上到嚟呢個位置咧，即係有啲朋友咧，如果話單身房間唔夠多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呢邊咧你搭翻出嚟係完全可以做一間房嘅。只不過咧，你做嘅效果，因為佢呢邊係甩咗少少入嚟咧，就可能冇咁好用啦。當然你做翻呢個露台咧，其實都係 OK 嘅，睇翻你點樣使用啦。咁佢呢邊咧都係幫你搭晒咗呢個玻璃棚嘅。咁似插座啊、熱水器呢啲，咁佢通通都會有幫你留嘅。咁佢最上面嗰間房嘅空間咧，同下面咧其實係有少少唔同啦。呢間房咧，由於佢冇推出去，咁空間咧，即係比下面嗰間房咧，可能就細翻少少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陽台嘅一個位置。陽台如果推咗出嚟咧，其實空間咧係非常之 OK 嘅。然之後望到自己屋企嘅後花園啦。咁呢個咧，因為你擺咗床之後咧，其實你自己剩低嗰個空間咧就唔算特別闊啦。不過咧，咁佢呢邊嘅呢個位置咧，咁佢又有一個衣帽間嘅一個空間啦。衣帽間同衣櫃其實都夠晒大㗎啦，即係你日常嗰啲衫啊，其實都放得晒㗎啦。然之後呢個度一個梳妝台，咁呢度咧住呢層嘅衛生間咧就非常之闊落，俾大家睇一睇，仲擺咗一個浴缸，即係你幾個人一齊沖涼咧都係冇乜問題嘅呢間房。咁目前嚟講咧，今日胡鬚哥帶大家睇嘅呢套別墅咧，
到呢度咧就係睇晒咗噶啦。咁佢實際紅本面積咧就係185方啦。咁前後花園係贈送嘅，車庫係贈送嘅，地下室又係贈送嘅，贈送面積咧就非常之多。粗略嘅計咗一下咧，咁佢實際俾你用到嘅面積，然之後仲有陽台咧又係贈送嘅。咁你實用面積咧就點樣都係330方打上噶啦。咁呢種別墅咧，目前嚟講咧，業主開價咧就係398萬，睇啱咗個價錢可以傾。咁佢主要嘅優勢咧，即係一樓咧有一間房，咁二樓2間房，3樓1間房，更仲有地下室，仲有更大嘅花園。然之後咧，隨住登賢路通車咗之後咧，咁呢邊咧去到港澳咧非常之方便啦。咁依家咧，其實你話中山溫泉嗰邊翻到港珠澳人工島口岸咧，就大概係35分鐘，自己揸車嘅情況下，去到珠海 Sam 大概係25分鐘，然之後去到澳門拱北口岸咧，又係35分鐘，非常之方便啦。地勢咧又非常之高，空氣非常之好，唔驚水浸。咁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胡叔哥影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你正在中山、珠海睇緊呢啲別墅，或者你喺呢啲地方有別墅上去出售嘅呢，都可以點擊上咪數碼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。咁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大家再見。